羊头不分品种，本地产是唯一的标准。面对难以驾驭的高温，艾合提的刘海常年保持微卷状态。画前面就是哪里就是有点辛苦，能烧到脸的。羊头在火炉中净化，产生恰到好处的美拉德反应。还要经历刮痧、盐浴和深度的清洁 SPA， 最后在修面后重新变得容光焕发。没有那么技术，就会做的话就没有那么难。